社会变迁之下，家庭面临严峻的挑战。市府打造台南专属幸福家庭学习网络，希望会当增进家庭的关系，彰显家庭功能。市府跨局处合作，串联教育局、卫生局、社会局以及家庭教育中心，自12月起规划10场新手爸妈村的活动，邀请台南新区的爸爸妈妈做伙来学习。我们很多新手爸妈其实他们都很有心，但是对于育儿的知识，有时候要看这个医院，有时候要看护理师，但是孩子生了以后，有时候要去卫生所，要看了一大堆人排队。那如果说借着我们教育局的家庭教育中心，结合的卫生局跟社会局的这些专业人员一起来开设的新手爸妈村，可以减少新手爸妈摸索的机会减少他们摸索的路径，也借着他们一起来参加，有时候可以形成成长团体。那新手爸妈一起成长，我觉得其实跟孩子一起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说这些新手爸妈能够多多来报名。我们接下来有10场的新手爸妈村的活动。那如果是情形需要，我们还可以弹性的再增加，希望能够让新手爸妈得到帮助。台南新手爸妈村活动规划各种幼儿课程的分享以及闯关游戏，让参加的新手爸爸妈妈会当为趣味当中，还是各项幼儿知识，同时更准备了台南专属的福利，要来送给报名参加的家庭。这是朋友推荐参加的然后就是现场也有一些小礼物可以领，然后还有一些卫教，让我们了解台南市接下来的津贴，我觉得也都很不错，所以还蛮鼓励大家可以多参加的，可以让我们父母感觉更有后盾，比如说一些育儿知识然后津贴等等的，就是让更多父母一起来关注我们就是幼儿教育的重要性。我刚刚去拿的那个就是政府有提供的那个托育补助我觉得就是因为每年都会更新，然后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平台可以给我们去了解，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多举办这种亲子活动的话，可以让我们新手爸妈知道说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为了要鼓励新手爸妈，就是很踊跃的来参加我们这个一个工作坊的活动。好，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制作了一个惊喜包。好，那这个惊喜包的内容物的话呢，可能会有包巾，好，会有那个母子袜，好，然后另外呢，它也会有一些育儿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相关的资讯。好，那另外呢，它有一个摇摇乐的东西，哈，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就是可以让孩子一些副食品的部分的话，可以透过摇摇乐来，好，他们可以来吃这些副食品。主办单位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表示，台南新手爸妈村计划自7日正式启动了后，只要实际在台南市厝内底有2岁以下幼儿都会当报名参加，而且家长只要全程参与，就当得到这份台南专属的幼儿福利。欢迎有兴趣参加的市民，会当上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脸书粉丝团，掌握各种课程上新的消息。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